苗圃20幾歲夜店女，吻別短髮女，花店老闆娘。李亞鵬嘅疑似新歡真係數極都數唔晒啊！李亞鵬帶巨胸女遊劍橋，離婚後即狂歡。手中撐竿一握，仿佛人人心裏都回到了徐志摩，擺一擺手，也只攪起轉瞬的漣漪。呢啲咁浪漫、咁有詩意嘅文章係李亞鵬上個月喺康橋寫嘅，女女李嫣都有去噶，不過就見唔到阿飛咯，淨係見到呢個尚為出眾嘅疑似新歡常伴左右。有網民就爆料話，其實李亞鵬喺阿飛生日正日已經帶咗女女同新歡飛咗去英國咯。第一次來到康橋，帶着應景的心情，想必這裡是人生一站。點止一站啊！有傳原來2年前李亞鵬曾經搭上一個雲南妹，仲搞到好多 friend 都知。阿飛覺得冇面，咪同李亞鵬炒咗大鑊咯。結果，我都唔使多講啦。尋日網上仲流出李亞鵬喺離婚當晚喺烏魯木齊 KTV 狂歡嘅相，仲請咗4個妹妹、2個公主伴唱。李亞鵬仲帶唔夠 cash， 要掛朋友名埋單啊！一晚唱唔夠後，14號晚再去酒店唱過。到底係慶祝定係解愁啊？